一个查甫人为着保险金要害小，用把水药啊下毒甲某害死。对抗川普干涉学术自由，美国民间发起抗争，要求川普莫插手高中教育。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楚欣。无论是天顶还是地面，拢敢看到规片白死死。这是法国、意大利、瑞士甲界的阿尔卑斯山区，17开始落罕见的4月大雪，部分地区积雪甚至达到1.1公尺深。各地当局拢拍警示电号，要求民众若是无必要，尽量莫出外。嘛要求唔通行挖近树啊，还是森林，以免叫长尾击着。厝西度假中心学校铁公路车站也拢已经关起来。法国传出有一个人伫大雪中死亡，另外一个人是因为放雪受重伤。不过，伫阿尔卑斯山另外一边的德国，伊是发生将近100年来上界严重的造大旱。德国气象局的专家是讲，德国为1931年开始记录可旱期的降雨量，今年是降雨量上界少的一年，敢若1991年至2020年平均的1/3。Gekommen ist, das ist vielerorts die trockenste Zeit jetzt so im Februar, März gewesen. Und auch in Deutschland ist es eine Periode über viele Wochen, die den Rekord gebrochen hat, wo teilweise gerade mal so 30% der Regenmengen gefallen sind. 专家表示，若是可旱期持续落去，大扫的湿皮可能引起森林火灾，也甲收成无好这问题。虽然烦恼的是，正长的可旱期好亲像已经渐渐变甲真四常。最近15年落雨量持续伫降低，未来恐会愈来愈大。好在根据官方的预测，今年大扫期应该要结束啊，后礼拜开始就会落雨，为大地积水大。公司新闻尤派准编译。观众朋友，咱拢知影讲，地图若伫咧板块交界，就真够地动。有一个所在哦，就伫咧4大板块交界，就是伫咧日本东京。都有专家团队研究讲，发现讲啊，日本以东京做中心的这个关东地区，伫咧北美洲、欧亚、菲律宾海，也搁有这个太平洋板块，这4大板块交界。东京湾北部的海底真深的所在，都有未少超过1000公尺海山。这海底山就可能是引发地动，人会甲东京湾北部这边合作地动区的原因。继续关心罢免调查连续做个一案，高雄这边嘛开始有动作啊。检调去抄去消息讲要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黄捷因的连续总站，甲领衔人朱瑞带回去问话。所有民众继续联署，我们的联署工作照常进行。调查人员把电脑主机直接搬走，罢免民进党立委黄捷、柯志杰的团体高雄双罢协连署总站和领衔人的徛家18封敲吹，因为涉嫌不实连署，甚至有穿便衫的检调，去红山工业市场连署站，甲工作人员带回去调查。如果他们有搜索票，他们有拘票 ，OK， 请大家出来，让我们认为现在的绿色恐怖，你们是合情合理的。即便你觉得他跟朱磊有关系，要一起回家清查，你没有拘票就不能带人。朱磊明目张胆地表示抄党员名单有错吗？这种伪造文书的行为被检调搜查是意料之中。我尊重公民罢免的权利，但呼吁国民党不要再抄了。民进党立委柯志杰、黄捷拢讲尊重司法，莫共冤枉嘛袂当准拄煞，但是毋若高雄。同时间家人的检调嘛针对罢免哪位林派雄的连署，有116件提议书涉嫌伪造证书，嘛开始第一步初步厘清。林派雄已声明，呼吁司法公正中立，对哪类的标准拢爱同款。日前有接获到中央选举委员会告发，针对涉嫌伪造的提议人名册有进行查证，来厘清是否有相关人士涉有刑事犯罪。保检17是敲找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和区党部等所在，而且甲主委黄丽欣入顶4个人带回去侦讯了后升压，引发南洋的不满。18开记者庭，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找军将，搁一摆伫保检抗议，互警方唔敢大意。我们今天也有规划相关的勤务，会视现场的状况来做一个部署。警力的部分目前还在估算中啊，因为我们会视昨天的状况来评估今天是否他们还会动员相关的人数。中选会指出，目前有违法嫌疑的告发案件加起来是41件，拢有提供事证给检方。伊嘛强调，相信检方会依法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遐为着钱哦，真正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有一个查甫人为着要害缴小摊因某去病院做手术，伫咧病房休困的时阵，用麻醉药啊加下毒共害死。会安尼做，就是为着要摕保险金。
半夜走廊内面，社长的嫌犯手提塑胶管仔行入去因某的病房，没想到锁落来，随传来歹消息，因某拄做痔疮的手术，却熊熊伫无电发作，落尾宣告过往。检警大动作出动，要甲社长的嫌犯因厝柜变过来，冰箱内面桌顶食剩的拢无放过，因为社长的嫌犯因某的死亡有疑点。经过法医解剖的报告发现，讲死者的大接是出现微量的麻醉药剂代步卡因。彰显涉嫌将含代步卡因这个成分的药物有掺入在被害人的食品饮料中。根据警方调查，社长的嫌犯平常时是做环保清洁公司的司机，但是食的步脚欠一大条胶小。警方调查发现，讲伊伫105年间就捌偷领迄当阵姓王的女朋友275万的存款。随后，技术真侪摆甲放毒，甲农药害到因参去食米，技术这摆嘛是同款。交往的时候就有投保健康保险，那投保完马上就结婚啊！结婚过后1个月即进行手术。代步卡因是指示用药，其实是正定看的，无需要处方签，只要伫医师药师的指示之下，就会当使用是一种局部的麻醉药啊，会当止胀止痛。一寡网通加上药啊含痔疮药啊内面拢有代步卡因，但敢若会当用无的，若是去食着，可能引起低部点心律不整。不同于像利多卡因这一类，它的一个作用时间比较长，它的效果也比较强，相对的效果强，它的毒性也就比较大一点来讲。警方在113年底已经把社长的嫌犯逮捕，当事人虽然是好人台人，但是检方在讯后是以罪嫌重大甲性侵羁押。专案已经在这个月11日，照杀人和杀人未遂罪甲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好，也去海测，那会变做通缉犯的共党咧。一个女性讲哦，伊去海测时阵，互3个穿便衣的警察围起来，认为讲伊是通缉犯的共党。虽然讲这个女性哦，讲毋是伊，警察是毋听伊解说，真强的哦，甲伊带转去派出所来调查。结果查落才发现讲啊，真正念着人啊！我不要叫车！啊，你不让回去？我早去警察局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警察。3个查甫人自称是警察，但因为无穿制服，细林的女子无愿意对警走。17暗时，红山中校派出所员警伫文化中心要掠逃走的通缉犯，警方认为女子是共党，甲人查落来查问，当事人讲伊是行路来行车，因为警方态度强硬，声扫真歹，女子嘛无爱报身份证号码。最后人方带转去派出所，一直到暗时10点外，警方总算查清楚认唔着人啊，才放人离开。当事人伫网络打文批评警察黑白掠人，随后红山分局出面回释咧，嘛承认警察的做法不适当。对于本案的为师，警方除向当事人致最深的歉意之外，另将依规定惩处，并追究考侦责任，同时强化远警教育训练。民众无犯罪，去拄着警察执法不适当，亲像这款情形，要安怎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律师讲，民众现场会当先要求警方提供异议单，将搬载规定警方的资料拢记录落来，作为日后行政诉讼的凭据。若是妨逮捕，会当要求提审，由法官来介入审查。人民只要被法院以外的任何机关逮捕拘禁，不论是否基于犯罪嫌疑，其本人或他人都可以申请提审，由法官介入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的合法性。而异议单的作用在于，如果民众认为远警的盘查无理由，可以当场提出异议，要求远警重新审视自己的盘查理由。伫这摆事件，警察拢无甲民众攻击的权益，可当事人互扣留伫分局将近2点钟。律师强调，分局是公共空间，假使民众有受到言语的打压，也是霸凌，嘛会当向法院提出公然侮辱的告诉。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昌报道。过来，还有甚物重点新闻？咱做来看。有70嫌杀害中英大学马来西亚的女大生，对1审到经1审拢判判死刑。不过经过上诉，最高法院认定讲，经1审的证据调查无够详细，理由论述无完备，所以撤销判决，发回重审。虚力抢这个必备案，厂长詹文宏伫咧去年焚化炉的采购案，涉嫌收恶势有上百万，甲厂商暗号摕到其他标案。北检发动措施，甲人约谈，先后甲詹文宏先禁见业者以100万来交保。来看讲，一个旅客坐商务航空去到美国寄商务到送的行李，却无得咧到位。结果讲爱等通知，等到人拢返台湾，行李也是找无，敢若收到60美金做延迟赔偿。观众朋友，咱继续来看国际消息。来看美国这边，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有学生夜穿黑白鞋，造成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查理发现讲哦，这个学生因老母是警察，这个学生就是偷摕因老母的枪去学校来犯案。
中昼的时阵，佛州州立大学伫塔拉赫西的校区，警车甲救护车警示声大响，包括当地警局、联邦调查局 FBI， 也有分州枪炮管理局 ATF 的人员分工合作进行现场的调查，佮护送受到惊吓的教职员甲学生囡仔离开。Oh my gosh! What the hell? 执法单位伫尾仔的记者会指出，凶嫌是佛州州立大学的在校学生。这个案属有单独犯案，所以嫌犯互人制服并介护送医了后，即马现场危机已经宣告解除。The shooter is 20-year-old Phoenix Eichner, and he's the son of a Leon County Sheriff deputy. Our deputy Eichner, has been with the Leon County Sheriff's Office for over 18 years. She has a tremendous job that she's done. Her service to this community has been exceptional. 警方指出，涉案的凶嫌是伫厝内得到妈妈合法持有的枪，就安尼早前去学校犯案。除了相关执法单位赶到案发校园调查，包括当地选出来的国会议员甲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也拢接到干部来说明，佮透过社群网络发表看法，嘛向死伤者表达哀悼甲慰问。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是伫白宫接受记者联访的时阵接到干部，当场就有记者询问川普，这个案敢会影响未来有关枪的管制法案走向？川普强调，犯案的是人，不是枪本身，所以伊也是坚持赞成宪法第2修正案的合法有枪权利。These things are terrible, but the gun doesn't do the shooting. The people do. It's a phrase that's used probably too often. I will tell you that it's a shame. 虽然警方已经宣布危机暂时解除，不过佛州州立大学也是宣告停课，一直到美东时间18礼拜5。当地的体育竞赛活动到这个礼拜6拢全部取消。校方面嘛呼吁平安无代志的教职员甲学生囡仔，爱赶紧家厝来联络报平安。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也为着要对抗川普干涉学术自由，美国民间是发起全国抗争，要求川普莫阁插手高等教育啊！也对东华纽约甲西华的伯克莱，拢有学生甲民众参加示威活动。也川普这边是无要停手哦，伊是继续掠哈佛来开刀，讲哈佛真可体。I think what they did was a disgrace. They're obviously anti-Semitic. 哈佛大学拒绝配合川普政策，索求用取消补助的手段施压，拜示川普继续批评哈佛课体，佮讲因反犹太，这个做法引起全美国大学师生甲民众强烈的不满，造成世界拢伫要求莫干涉高等教育。When higher education is under attack, what do we do? Stand up, fight back. When our universities are under attack, what do we do? Stand up, fight back. W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has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security. It is entirely about repression. That's right. 为东华纽约到西华的加州伯克莱，拢有大量民众徛出来声援哈佛大学。Now, if the best or near best private university in America or the world can say no, if it can defy the Trump regime, even at the expense, at a big expense, and I'll get into this in a moment, if it can do that, then the best public university 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must do the same. 伫哈佛大学校园内，除了有学生囡仔大声喊捍卫学术自由甲学生的权益，也有一个表演者假造川普的款，考试伊的独裁做法。Trying to destroy the legacy of America. He doesn't understand it. He doesn't understand America. We're going to stand together as a university, as Harvard College, saying that, look, we're not doing anything for you. And we're going to stand behind freedom. 伫川普提哈佛开刀之前，哥伦比亚大学已经伫类似的压力做出一寡让步，阁有陆续传出真侪学校有真侪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学生囡仔去互逮捕，甚至去互撤销绿卡赶出境。川普政府想要干涉推动自由的学术场所，恐惊会引起更加大的民怨甲怒火。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好，川普咧无用关税，咧无用高等教育嘛，是有咧甲泽伦斯基继续吵。因两个证实讲已经签扩散协议的备忘录，按算后礼拜会当正式来签署协议。美国甲乌克兰试图扩散协议更进一步。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17日社区媒体发文表示，美俄已经签一份备忘录。
也是叫做意向书，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协议铺路。川普嘛伫白宫办公室会见来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时阵，证实这件代志。Well, we have a minerals deal, which I guess is going to be signed on Thursday, Scott, next Thursday, soon, and I assume they're going to live up to the deal. 这份备忘录是俄国经济部长加美国财长贝森特透过视讯会议的方式签署。若是按照川普的进度，美俄两国下礼拜就会签一份80页的正式矿产协议，内容包含乌克兰关键矿产石油也有天然气。乌克兰也得到中建的投资基金。不过泽伦斯基17日记者会除了讲到矿产协议，嘛头一届对外公开指出，中国当地提供武器甲火药予罗西亚。Я думаю, що ми дуже детально зможемо про це сказати наступного тижня, особливо про дані, що ми вважаємо, що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Китаю займаються виробництвом деякої зброї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ї. 因为俄军进前接伫前线拘捕2个为罗西亚作战的中国公民，泽伦斯基这个时阵的言论虽引起议论，不过川普说讲伊无了解。No, I have no comment on that. I have no idea. That's his statement, not mine. 针对停战，泽伦斯基嘛讲，要讲停战，敢会当担无条件停战。伫这进前，乌克兰无担任何领土的问题，因为这是俄国的安全。泽伦斯基是伫回应美国特使魏科夫进前甲普林会面，因为会后魏科夫暗示停战条件就是乌克兰的5地领土，互泽伦斯基批评伊是伫散布罗西亚的言论。为了调停俄乌战争，魏科夫17嘛甲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做伙去法国总统府，甲总统马克宏、欧洲也有乌克兰的官员会面。不过伫离开巴黎前，鲁比欧说讲，这毋是阮的战争，也甲除非有明确迹象会当达成协议，啊若无美国会伫几天内停止协调俄乌的和平谈判。好亲像伫暗示美国准备放弃，川普嘛已经渐渐失去耐性。公司新闻洪润梅编译。咱看到俄乌战争，包括讲到以下冲突，军事专家表示讲，无人机即卖已经改变战争的形态。也但美这边就宣布讲，要用36亿的台币建立欧洲大型的军用无人机测试中心，就是要来提升国防的战斗力。真大的爆炸声火就冲起来，因为无人机的攻击，造成天崩破一坑真大坑。对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到以下冲突，无人机已经对所集军情的辅助功能变做找到敌方了后，是发动炮火攻击的主要角色，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为了增强国家的战斗甲防卫能力，特别计划伫中部城市乌登塞安图森机场设立军用无人机测试中心，减少伫这个战地的人力耗损。Drones are used very much in a civil setting, bu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turning to defense users as well. 丹麦政府已经宣布要拨7亿2500万，丹麦克隆大约代表36亿建造这座欧洲上大之一的测试中心。预计到2026年，大约有100名丹麦的军方人员会伫遮来接受以无人机作战的专业操作训练。丹麦皇家国防学院军事科技研究员过来引用数据，显示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第7成损失是无人机所造成的，所以讲也刺激丹麦发展军用无人机的决心。Human soldiers are definitely still needed there, but I think we're looking into a front line tha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ehumanized in a way that drones and also unmanned ground vehicles is slowly taking over some parts of the front line. 对着测试中心的成立，真侪丹麦军事专家是乐观其成。不过也点出讲，无人机的高阶零件大部分是来自美国，较低阶段是对中国出产。丹麦甚至是欧洲拢应该思考安怎来跳开美中的技术，安怎自主来发展。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英国汉普郡水电界线铁路因的火焚车是真出名哦，也真嘛是愈受注目。就是伫咧日前由女性打造起来旧火车加拿大太平洋号列车，这列车伫咧日前时阵是用来载人运送物资，也真嘛经过14年的整修，但要搁再重新起行，就是要互旅客伫无共款的季节有无共款的观光体验。
汉堡国的奥尔斯福德火车站19隆重举行加拿大太平洋号蒸汽火车首发之旅的开幕仪式。这个在1942年出生的老火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捌伫咧英格兰南部海化，担任大西洋能源甲物资运输的重大责任。伫迄当阵，真侪列车拢互纳粹德军的炮火炸毁损害。加拿大太平洋号运气正好保存落来，并且伫战后转型真侪来回海化线的普通客运列车，主要服务来增加度假的旅客。2008年，最后一桩走线了，这台火车就放起来。为了保卫热爱蒸汽火车文化义工斗3工整修，伫咧经过14年的时间整修了，总算完成。Oh, I think it just shows you that there's things you can do which are just worthwhile. And they give you a sense of achievement. 义工威尔森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查甫人拢被派去前线作战。加拿大太平洋号是后方的俘虏，大家通力合作所兴建的。伊老母就是其中一位。首发之旅就邀请当年出国来的幕后功臣的后代，共同来见证加拿大太平洋号回归。It's a bit surreal, really. It's really wonderful. Yes. Yeah, it is really. Don't quite know how to feel. It's wonderful. We're having a wonderful time. Brilliant. Just tell me one more time your connection, why it's so special. Do you ever think you'd be at this point? We're connected because my mum and my gran both worked on the engine back in 1941.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messaging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round Canadian Pacific. It not only helps us to tell the story of that merchant navy shipping that was celebrated or commemorated with this enormous sacrifice during the war, which just demonstrated the extent to which everyone has to pull together in tough times. 水电界线铁路是一条以蒸汽火车做广告的观光路线，一日无同的季节甲特殊的节日，针对家庭客栈、三无同的体验活动，用旅游娱乐的方式，甲大家介绍铁路文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鑫，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